朕以为，朕写了亲笔约书之后，皇娘就会帮朕一起对付议政会议。可是朕想错了，皇娘还是想废掉德妃。她与议政大臣，定是早商议好的此事。皇上，太后同议政会议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废除德妃的妃位。如今这个目的没有达到，太后娘娘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婉儿姐姐，我好累，我怕我顶不住了。可可，你一定要顶住，要打，一定不能打你。罢了，朕不去了。去了呀，那也是犯错，犯傻。洪师傅，哎，皇上，扣扣顶不住水盆，便会挨棍棒。若扣扣被打残了，奴才如何受得了啊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看看，眼睛都急红了。英哥，朕刚才着急去慈宁宫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担心扣扣被打。如若单是德妃的事，朕冷静想完之后，还是不会去的。可不是吗？德妃娘娘又不会挨打，皇上当然不着急了。可扣扣要遭毒打的话，皇上就不管了吗？英格，扣扣不仅是你心爱的女人，那也是德妃的侍女，你说朕能不管吗？朕给你写个手谕，你带着这个手谕，到慈宁宫后花园的门口，悄悄地等着。如果扣扣真的顶不住要挨打了，你就拿着这个手谕冲进去，当面交给皇额娘。记住啊，一定要苦诉一番，而且是特别真切、特别真切地说。只要你按照朕说的做，即便扣扣挨打，那也是皇额娘走走样子罢了。奴才多谢皇上。奴才哭闹的作用恐怕有限，有用的还是皇上的手谕。皇上的手谕上写什么呀？朕就写：扣扣情系英格尔，因此扣扣打不得。若是伤了英格尔，今后谁来保卫朕？皇上真这么写啊？皇上是说笑吧？谁跟你说笑？君无戏言，朕就这么写。英统领，你就放心吧，有皇上的御笔，你的扣扣不会终身残疾的。洪大人，别说是终身残疾，便是1、2日残疾，英格尔也受不了啊。瞧瞧，只要是沾了扣扣的事儿，连说笑的话都听不明白了。德妃，你怎么停下了？皇额娘，《长恨歌》只剩下不多几句了。这婉儿她要是挨打了，臣妾实在唱不下去，请皇额娘原谅。哀家要你接着唱完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杖责石棍。
，Coco，你一定要顶住啊！娘娘，奴婢顶得住。现在叫娘娘了，也知道自己是奴婢了，以后就用这种惩罚，才能让人刻骨铭心。皇上，老臣再多嘴问一句：今晚皇上会不会去看望德政会议过招的事情？既是过招，就要出高招、妙招，方能制胜。皇上能够在德妃娘娘饱受委屈之际，仍可以好似平常一样的对待她，那么太后将会更加明白皇上的胸襟同坚强的意志，太后对皇上会刮目相看的。你这些话价值千金。好啊，不错，真是不错。德妃的嗓音唱功，哀家平生仅见。可惜在座的只有兰贵妃、荣贵妃和皇贵妃听懂了曲子，其他的没有这个耳福啊。皇额娘，臣妾确实是不懂音律，臣妾也是勉力再陪皇额娘听曲儿。皇额娘，其实臣妾也略通一点音律，觉得这德妃唱的要比那些进宫的戏班子唱的好多了。方才臣妾还想打赏她呢，可是突然一想也不对呀，这德妃好歹也是个妃子，若是赏她几锭银子，怕是不合适啊。其实只要德妃尽心尽力的唱，皇额娘高兴了，自然会打赏的。本来哀家是要赏的，但是德妃的侍女犯了错，德妃也有教导之责，哀家就不打算赏了。皇额娘，臣妾不求恩赏，臣妾但求皇额娘能够放过婉儿和扣扣，臣妾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皇额娘，这两个小奴婢貌似连站都站不稳，可能撑不到时辰了。是啊，好像撑不到了。皇帝早已得报，居然为过来护他的女人，甚至也没派英格尔过来搅局，真是不义呀。刘光才，把扣扣的水盆拿了。拿掉水盆。皇额娘就这么放过那奴婢了？他可以顶到现在，已属不易，得到了应有的教训，哀家便放过他了。德妃，皇额娘仁慈，放过了你的奴婢，还不快过来谢恩？皇额娘，臣妾替扣扣叩谢皇额娘天恩。婉儿姐，都
都是扣扣惹的祸。扣扣对不住婉儿姐，连累婉儿姐了。没事没事的，扣扣，别难过了啊。我已经涂了药了，过几日便……过几日呢便会好的，别难过了啊。真想不到，婉儿姐是太后娘娘的侍女，竟然也会遭到毒打。如今你明白宫中的规矩有多严了吧？只要是奴婢犯了大过，就能被活活打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扣扣明白了，扣扣再也不敢犯错了。婉儿，怎么样？好点吗？德妃娘娘，奴婢不能起身给您行礼，请娘娘恕罪。别动，你有伤在身，就不用给我行礼了。以后你和扣扣一样，叫我姐姐吧。姐姐，娘娘，奴婢哪敢啊！婉儿，你不用害怕，我说的是宫中无人的时候，有人的时候，咱们还得按宫中的规矩一板一眼的来。这今日所受的教训，也确实太大了。姐姐，扣扣再也不敢犯错了。婉儿，怎么样？伤好点吗？我来帮你。娘娘，没事的，婉儿已经涂了药了。姐姐在江宁时，跳舞也经常受伤，所以也颇有一些经验。来，姐姐帮你按一按穴位，止止痛吧。娘娘，您不可以这样做的，您这样做会折煞奴婢的。婉儿姐，你就让姐姐按按吧，姐姐按穴很灵的，像我扭伤了脚什么的，都是姐姐帮我医治的。婉儿，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那我可用宫中的规矩来惩罚你了。娘娘，来，按这儿好点吗？娘娘，婉儿进宫多年，到慈宁宫前也服侍过几位主子，但是德妃娘娘是婉儿见过最好最好的人，最好最好的娘娘。奴婢能服侍德妃娘娘，是奴婢天大的福分。婉儿，你就别讲那么多了，现在先好好养伤，伤养好了要紧。这2天，姐姐多来给你按一按。娘娘，皇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您不去钟粹宫看望德妃娘娘啊？朕不去。朕不去看德妃。朕要在这里处理奏章。朕不想去看她。你坐会儿吧。扣扣还以为姐姐封了妃以后，
就可以有出头之日了呢。谁知道还是受气，还更受气。太后娘娘竟然亲自主使那几个妃子来欺负你，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也不到花园来看看姐姐，他应该是得到报信的呀。他就那么怕太后，难道他要看着姐姐眼睁睁被他们欺负死啊？扣扣，别哭啊！姐姐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被人欺负死啊？今日慈宁宫花园的事，也就是个小事。皇上要是过来了，岂不是小题大做吗？这还是小事儿啊！姐姐受的苦是内心之苦。扣扣今天在那顶着盆儿，那几个妃子的话，扣扣都听到了。尤其那个皇贵妃，她还不断的侮辱姐姐。扣扣，我真想上去扇她几个巴掌。扣扣，说话还不注意？今天在慈宁宫花园，遭的罪还少吗？以后可小心着点吧。姐姐，这皇上是怎么回事嘛？也不到花园来看看姐姐，英格尔也不来。我们回到钟粹宫，便没有人理我们了。姐姐，这是传说中的冷宫吗？阿玛，那奇从灵珠那儿带来消息，说慈宁宫太后娘娘在花园里面狠狠地教训了董小宛一顿，令董小宛为众妃弹奏琴曲，董小宛当众受尽了屈辱。所以阿玛才说，朝廷如果出了什么麻烦事，一定要太后娘娘出面才能制止。另外，太后娘娘这么对董小宛，她怎么还能保得住妃位呢？今天这太后对德妃的态度如此强硬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皇上的反应很奇怪，他居然没去慈宁宫保护董小宛。怪吗？一点都不怪，因为皇上答应过太后娘娘，只要不出大事，他不袒护董小宛的嘛。基督啊，皇上能克制自己，这是好现象。慢慢的，皇上就会同议政会议和平相处，那么朝廷就可以安宁了。阿玛，这不是好现象，这说明皇上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能隐忍了。你想安宁吗？你安宁不了啦。这未必是好现象。儿子看，皇上的忍耐是为了顺利得到这两黄旗旗印，恐怕他一得到旗印，便会变本加厉，独宠董小宛。你糊涂了吧？皇上要拿到旗印，他得要先废掉德妃嘛。一个废掉的妃子，怎么能得宠呢？哼，绝无可能啊！姐姐，太后娘娘如此恶毒，这往后你要如何跟她相处啊？用民间的说法，她就是一个恶婆婆。可是这个恶婆婆有好多儿媳妇儿，但你这个儿媳妇儿，她压根儿就没承认。皇上又对太后那么孝顺，姐姐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啊！你别这样说皇额娘。皇额娘今天这样做，肯定会有她的道理吧。再说，皇额娘最后放过了你和婉儿，老实说，在我心里还是有几分感激的，也对她以后能够接纳我多了几分信心。你既然会感激，
她竟然对那个恶婆婆有信心。姐姐，姐姐是有信心，一定会让皇额娘接纳我。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极为艰苦和困难，恐怕也需要漫长的时间，而且还需要一些智慧和方法。我最担心皇上今晚会来看我。难道姐姐不希望皇上来看你？姐姐，Coco是越来越不懂你了。娘娘，英格尔来了。姐姐，皇上来了。英格尔给娘娘请安。英格尔，皇上说他待会儿要过来吗？娘娘，奴才劝过皇上，可皇上说他还有很多奏章要处理，就不过来了。他只是让奴才过来看看您。皇上没来就好，我正为这事儿担心呢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娘娘，您不希望皇上过来看您啊？这奴才可真弄不懂了。我也正说弄不懂呢。这次咱俩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。哎，季度啊，阿玛有句话想问问你，你对那奇是动真格的还是玩玩啊？阿玛，我对那奇还真的是喜欢，等合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将她娶进家门，做我的第一侧福晋。哎，你都有4个侧福晋了，加上大福晋都有5个了，你怎么？哎，如今朝廷很复杂，不要因为女人的事惹得大家非议呀。哎呀，阿妈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女人，我岂能不给她名分？与皇上相比，我有6个女人算什么呀？皇上可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含糊，他都能将汉女带进宫，封为妃子。我这个简亲王，跟他相比的话，我算什么呀？记住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怎么可以跟皇上比女人呢？他可是当今的皇上，他身边有3宫6院，嫔妃上千是应该的。更何况皇上不喜风流，他身边的女人少之又少啊。想同皇上比女人，被外面的人知道，你可是杀头的罪啊！嫉妒。英格尔，皇上除了说忙于处理奏章，他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吗？皇上还说，朕为什么不来，德妃一定会明白的。可是娘娘会明白什么呀？奴才不敢问呢。这样吧，英格尔，一会儿你回御书房，就呈禀皇上，说我一切都好，让他不用担心。他说的话，我早就懂了，让他放心。哎，阿玛别生气，儿子是一时糊涂，说了胡话。儿子不是要跟皇上比女人，儿子是被皇上跟董小宛的事给气糊涂了。我是说那奇的事跟董小宛相比不算什么。儿子这次说清楚了吧？季度啊，阿玛知道你有雄心抱负，你也有实现雄心抱负的能力和霸气，阿玛十分的支持你。但你想要做到首席议政大臣，还要慢慢来。等过2年，阿玛退下来了，中间都轮不到你，还会有个过渡的人呐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锋芒不可以太露，要懂得收敛，说话呢不可以太直啊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必须要谨慎啊。阿玛身为3朝元老，屹立不倒，靠的可就是一句话：小心驶得万年船呐。阿玛放心，儿子一定不负阿玛的众望。英格尔，今天我很生气，我都差点被人打了，你都不过来看看我，皇上也不来看姐姐。Coco，皇上是有把握，不会出大事。我都差点被打了，还不是大事儿啊？
英格尔，你可真没良心，胆小怕事。扣扣，你真是冤枉我了！甭说被人打，哪怕就是被羞辱一顿，我皇家侍卫统领英格尔也不答应啊！如今知道我没事了，牛皮都吹上天了。英格尔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真让我伤心。我今天顶着水盆跪在那里，差点晕倒了。我心里一直都在呼喊着：英格尔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扣扣马上就要被打死打残了，可我连那个鬼影子都没看见。英格尔，扣扣别哭了。扣扣，你别哭啊！扣扣，你别哭啊！我最怕你哭了啊！不哭啊！扣扣，你就别哭了。你看这英格尔，毕竟是御前侍卫，这慈宁宫花园也不是他随便能进出的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娘娘，扣扣，其实你们有所不知，英格尔一直站在花园的门口，只要有情况就立刻冲进去。你一直站在花园门口，随时会冲进来，你又骗人又吹牛。哎呀，扣扣，不信你看。这是皇上的亲笔御书，如果你挨打的话，我立刻拿着御书冲进去，看谁还敢打你。姐姐，这真是皇上的御书。原来英格尔跟皇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，紧张着我们。那你还不快念念，皇上在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扣扣情系英格尔，是以扣扣打不得，伤了英格尔，谁来保卫朕？姐姐，这皇上的御书写得朗朗上口，跟诗一般。可不是嘛？可依我看呢，就这第一句写得最好。扣扣情系英格尔。不对，就这第一句不对。什么扣扣情系英格尔？应该是英格尔情系扣扣才对。英格尔，这句一定是你求着皇上，让皇上这么写的吧？我哪有那个才华呀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在那儿想，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写呀？可是后来呢，我想着想着就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？皇上这么写啊，是因为上口好听。哎，你想想啊，如果皇上写成英格尔情系扣扣，是以扣扣打不得，那就没有这么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娘娘，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？谁说咱们英格尔无才无华呀？依我看呢，这英格尔是最有才华的。皇上这么深奥的诗，英格尔一下便解透了，是吧，扣扣？就是头牛。最近老爷怎么天天都进宫啊？宫中事多，朝廷又派出不少官员外出救灾，皇上令老夫经常进宫。哦。老爷有刺客！小心啊，刀上有毒！来者何人？胆敢刺杀本官！大家听好了，爷爷是天地会的人，这洪承畴是投降清廷的大奸贼，天地会要为民除奸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们不会武功，躲远一点。老爷，还不用惊慌，老夫久经沙场。老爷，洪大人，您安全了。来者何人？我们是皇上侍卫。为何在此？最近形势紧张，皇上令我们着便装，每日在后面跟着洪大人，暗中保护大人。
这名刺客是位武功高手，身手很快。洪大人受惊了，小心他的刀上有毒。对，大人放心，3名皇家侍卫在此，刺客休想活命。留活口！留活口！王爷，好消息很快便会传来，洪承畴应该已经没命了。拔掉了这根眼中钉，以后我们的事可就好办了。拿下！这，你是何人？是谁派你来刺杀洪大人的？爷爷说了，天地会要洪贼狗命，放下武器，便饶你一命。天地会好汉岂是怕死之辈？大人小心！洪大人，他死了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洪大人遇刺，好惊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皇上竟然派了侍卫保护洪承畴？难道皇上嗅到了什么？察觉到了什么？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皇上此举应该是预防万一的临时措施。皇上不可能察觉到王爷的计划。皇上现如今真是不简单呐！本王这么严密的计划，竟然失败了。武士死了，这个账在天地会身上，朝廷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只是王爷，你要是再行动的话，更要千万小心。朝廷不会这么轻易认为这是天地会的人所为。皇上跟皇太后定会严查此事。那月，现在所有的行动都要停下来，还有兵勇的特训都要暂停，明白吗？洪师傅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臣叩谢皇上救命之恩呐！若不是皇上派人保护老臣，老臣只怕已身在黄泉，再不能为皇上尽忠尽力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会派人保护老臣呢？实话跟您说吧，其实是皇额娘预先想到的，因此您应该感谢皇额娘救了你的命。走，跟朕去慈宁宫，一起跟皇额娘议你遇刺之事。臣遵旨。哟，柳公公，这宫里又要采买什么绸缎了？啊，本公公先来看看这些料子的成色。啊，刘大哥，宋堂主和总舵主在后房等你，快进去。总舵主要亲自和二人谈话吗？是，里面请。啊，这件事首先要查明真相，是否是天地会所为。如果真是天地会所为，还不足惧，不足患。可若有人假装天地会，那事情就大了。皇额娘，行刺洪师傅的人，自称是天地会的人。英格尔已经查明了刺客，刺客是汉人，身上还有天地会的标识，所以儿子断定此人应该是天地会副堂主之类的人。禀太后娘娘，如果天地会要谋害老臣，说起来倒也讲得通。老臣也希望是天地会所为，但是如果如太后娘娘刚才所言，那么事情就
大了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你问了整个情形，有可疑之处吗？回太后娘娘，奴才仔细询问了侍卫整个过程，也仔细检查了刺客的尸体，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奴才是说，若怀疑是有人假扮天地会，至少在现场和刺客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。皇帝，你打算如何对众臣宣告这件事？皇后娘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朕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你们。自从行刺事件发生之后，朕暗中保护洪大人这件事情，现在朝中已经是尽人皆知。他们在猜测，皇上为何要暗中保护洪承畴？皇上这是何意？所以朕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解释，这是其一。儿子的第二个目的，若此事另有蹊跷，那这蹊跷之源，最大的可能便在议政会议。朕召集议政大臣议此事，为的就是敲山震虎，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。恭喜太后娘娘！您瞧，皇上如今考虑事情，那是越来越周全了呀。不错，皇帝如今处理政事，真是越来越沉稳了。谢皇后娘。六兄弟，你潜伏在宫中，是万分艰辛和危险。柳兄弟从宫里送出了不少重要消息，本舵主在这里向柳兄弟表示敬意和感谢。柳大哥，现在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。本来呢，这件事由刘公公来做会更好，但这件事极其危险，总舵主担心刘公公暴露，决定不让刘公公知情，所以就由你一个人悄悄来完成这件大事。属下知道刘公公的重要，有什么需要属下去做的，请总舵主、宋堂主下令吧。董小宛封妃了，天地会决定帮助她怀上孩子。一旦董小宛怀上清廷皇帝的龙种，那么清宫里面就炸开了锅了。禀太后娘娘，皇上告诉老臣说，是太后娘娘关心，提防有人会谋害老臣。老臣感谢太后娘娘，又救了一次臣的命。那晚，哀家请皇帝给议政会议写了个约书。有了洪承畴这一票，他们就休想废帝。说到这个，额娘建议这段时日，皇帝派2、3个侍卫暗中保护洪承畴。皇娘的意思是，洪承畴会有危险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洪承畴是某些人的眼中钉，又是一枚重要的棋子，没准有人想花大价钱除掉他。洪承畴，哀家想同皇帝单独说几句话。你和英格尔先出去。遵旨。英格尔，哎，英格尔，你到底有没有尽力在找我哥啊？都找这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这么大的事，我能不尽力吗？我专门派了一个侍卫，每日在京城找你哥哥，所有的丝绸店、盐店、杂货店全部都问过了，压根没有人知道你哥哥呀。这本来找我哥哥就不容易，他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小行商，谁在意他呀？他又不知道我进宫了，他现在见不到我，肯定是在四处找我，他肯定急死了。哎，扣扣，你别哭啊！我最怕你哭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啊，别哭了。你要怕我哭，你就赶紧找我哥哥。找到我哥哥以后，我天天笑给你看。
我怀疑你哥哥做生意的时候用了另外的名字。皇家侍卫要想找个人，那可是躲也躲不掉的。可是你哥哥好像很神秘飘忽，音讯全无。我告诉你啊，江南总督那边我都托人带信儿了，请鄂硕大人帮忙找人呢。江南总督也在帮我找哥哥啊。嗯。那这样一来，希望变大了。啊，怎么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儿？我本来想得到信儿再告诉你，给你个惊喜。傻瓜，还知道给我惊喜。